歡迎嚟到黎博聖經教室，我哋繼續釋經靈修，今次係馬太福音5章13至16節。溫馨嘅提示，大家可以下載講義，參考更詳細嘅內容。耶穌話：你哋係世上嘅鹽，呢個唔係讚譽，而係責任。鹽同雜質混合就失咗鹹味嘅特性，亦都就失去存在嘅意義。可以用乜嘢使佢再鹹呢？呢句暗示一旦失味就冇辦法挽回。更可怕嘅係結局，佢唔再有乜嘢用處，只好丟喺外面任人踐踏，先係冇用，失去一切功能，繼而被主人丟喺外面，最後任人踐踏，落入最深嘅羞辱，三重降級，步步下沉。呢個唔係失去救恩嘅警告，而係失去功用嘅下場。呢個係何等嚴厲嘅警告！今日教會有冇失咗鹹味嘅特性？當教會追逐世界嘅潮流，當信徒同非信徒冇分別，我哋係咪已經失咗特性？嗰啲被世人嗤笑為偽君子嘅基督徒，係咪正應驗咗被人踐踏嘅警告？然而主耶穌冇讓我哋停留喺恐懼中，佢接住話：你哋係世界嘅光。語氣轉變咗，從如果失咗味嘅條件句變成就無法隱藏嘅肯定句。鹽可能失味，但係光唔可能唔照射。呢個係光嘅本質，亦係門徒嘅必然。城建造喺山上就無法隱藏。想像加利利山區嗰啲白石城牆喺陽光下閃耀，喺月光中發亮，從遠處就能夠睇見。門徒群體嘅見證亦都係咁，唔係刻意張揚，而係自然流露；唔係高調炫耀，而係本質使然。城在山上無法隱藏，光在暗中自然照亮。人點咗燈，唔會放喺籃子下邊，而係放喺燈台上面，為家裏所有嘅人照明。一般家庭只有一盞油燈，係全家嘅光源。將燈擺喺籃子下面，豈唔係好荒謬？燈嘅存在就係為咗照亮，遮住佢等於埋沒佢嘅功用。門徒嘅好行為亦都係咁樣，唔係為咗炫耀而行善，嗰啲係法利賽人嘅偽善，而係因為光嘅本質就係照亮。同樣，你哋嘅光亦都要照耀喺眾人面前，讓佢哋睇見你哋嘅好行為，就將榮耀歸俾你哋喺天上嘅父。呢個係全段嘅高潮，亦都係關鍵嘅平衡。光要照喺人前，但目的唔係榮耀自己，而係榮耀天父。鹽同光正好講明門徒群體嘅特性同埋行為。特性指向內在素質，行為指向外在表現，兩者互為表裏，一隱一顯，一言一詞，警告同鼓勵，承接上文論福論義。呢啲特性同埋行為都同公義密不可分。開啟下文，佢哋又同勝過經學家同埋法利賽人嘅義關係密切。佢哋唔係律法嘅字句，而係律法嘅精神。主說：你哋係世界嘅光。羅馬帝國自稱世界之光，但係佢哋以權同武力照耀。門徒群體反射基督嘅光，卻以愛同公義照亮。同你所屬嘅信仰群體有冇發揮鹽同光嘅功用呢？如果冇，點樣改善？如果已有，如何維持或擴大？多謝各位收聽，願神賜福大家，亦歡迎各位點讚、留言、轉發，幫助更多人認識神嘅話語。